玻璃蛋在这里，和三张。推给你看的小姐啊，不是啊，好好说话嘛，美女啊。小姐，我好好说话呢。玩你说的那个这个啥东西吗？那个小姐，那玻璃蛋在这里，和三张。Allah， 怎么在这里这样的玩呀？这个，你是维吾尔族的话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？在这儿。哎，我是维吾尔族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卖你个，不知道这个东西啥东西，快点别拿了。我再见。哎，小姐呢？啊，我得了，坐下，坐下，坐好。你说给我们跳舞。哎，小姐在这儿跳，谁是说跳舞在这儿？你不会说别的吗？你别的还会啥呢？我会的东西。哎，你这样子，你输了的话嘛，你就骂我卖力干么？不得么？你就玩这个好吧？玻璃球。啊？什么？啊？什么东西呢？就你玩你。好是那是说。就刚才那个东西学。哪个东西？就那个东西。喂，你有的东西，哎，你有的。哎，我有的东西在这里给你玩吗？茉莉蛋，我们上那个桌子凹的那个。小姐，那可能小姐，这么女人在臭不要脸的在这儿。兄弟们跟他说话呀，别在这里。可能小姐能这样说话呢还？你给我坐下来，坐下来，不要说话。你不要说话，我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要讲话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小姐，鸡毛大，不要动。我说话的时候，你是个特别帅的男孩子，小凡，你不要激动，你激动就不好看了。你看你的眉毛黑黑的，鼻子挺挺的，你看，哎呦，好温柔啊！哎呀，你看你这样子多好呀。好，是不是？哎，好。慢慢的啊，慢慢的，咱们不激动。所以你输了还是玩你刚才那个东西。那个你好好说清楚，我说的是茉莉蛋，那个你都不懂，我跟你玩也没意思，说别的。我说了呀，你输了玩你的茉莉蛋。哎，我说的是哎，小姐啦，给他解释一下，真的烦死了吗？小姐。哎，新疆人没玩过，小时候没玩过那个他是说话，那个茉莉蛋。他的翻译就是你新疆人没有见过蛋和蛋之间的相撞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蛋和蛋，两个蛋在一起。好了，不玩这个了，不玩别的好了，我们真的说别的。小凡，你又激动了，坐好，小凡，哎呦。压下来哦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啊，不要激动啊，好了吗？情绪，你说的是玻璃蛋吗？对，玻璃蛋对吧？对，行，输了玩玻璃蛋好吗？好啊，没事，情绪压下来啊。玻璃蛋怎么玩的？就是你把玻璃蛋打给我，我再给你弄过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小姐们不。你怎么又激动了？没有激动。没激动。不玩玻璃蛋了，玩别的。玩别的。不玩玻璃蛋了，那我们玩剥鸡蛋好不好？好好说，快点。快说正话。我们玩剥鸡蛋呀，剥鸡蛋。不玩，剥鸡蛋我听不懂。那我们玩什么蛋？他下蛋在这里，小姐，这就好好跟你说话在这里啊！你就想让我做这个什么？你就想干这个什么？在这里。抖音。